宫崎骏单位是大家共同的回忆。吉普力原版高响音乐会相隔3天再度举办，邀请到宫崎骏专用歌手真相信美的查某囝悠悠来台演唱。母井上あずみが脳出血で緊急手術を受け、ただいま闘病中です。復帰には今しばらく時間がかかると思います。その間は母の散歩や隣のトトロ、君を乗せてを私が歌って皆様にお届け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今年19岁悠悠，正早就登下音乐专场，到达出版侪个人歌曲，伫网络平台有个人气。生きている不思議，死んでゆく不思議。本次来台湾演唱的还有伊，演奏音乐优美的竖琴。木村讲曾经演唱宫崎骏的动画电影《千与千寻》，予台湾观众熟悉。2020年に予定していたコンサートが中止になり、今回3年経ってようやく実現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、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。除了歌手音乐演奏，为动画《风之谷》幽灵公主配音的日本知名声音演员岛木须美也将来台献唱。今度台湾初めてです。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。皆さんぜひ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ね。3位实力女歌手将甲 NHK 高雄乐团、单与管弦乐团共同合作，10月7号伫高雄演出，10月8号伫台南文化中心，10月9号到10号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。我们这次的交响乐团是由 NHK 的交响乐的子团过来，那他们几乎在演出宫崎骏的作品都将近有50年的时间了，有些演出人员都年纪非常大，可能都已经是最后一次演出了。那过来的这个3大主唱啊，也都是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这个原唱。主办单位飞兔娱乐为着回馈社会，也将音乐会部分的票券捐赠给公益团体，也欢迎学校也是多些团体免费出票，让城市充满音乐氛围，也请观众多多买票支持。台南新苗社会采访报道。